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。各位节目一开始，让我们介绍一个来自南台湾的客家庄屏东板门的画家潘基凤。潘基凤因为初到手耳麻痹，行动唔方便，自家嘅童年做唔得了其他嘅成人嘅享用，慢那嘢乱走乱搞，也就係因為咁樣，潘基鳳從頭13年點點操等畫圖。喺畫圖嘅世界地圖，潘基鳳前度為快樂、勞自信。韓國佢親有情感個生命力嘅作品，也本佢啲花壇受人注意。有句話講，上帝老門關起來嘅世界，也會為人打開那愛一扇窗嘅，就看自家係咪有把握開窗嘅嘅機會。記者詹淑媛、劉鳳陽山就會帶人認識一下，用畫圖來打開生命之窗嘅潘基鳳。可能外國呢，經濟發展非常來來去去嘅潘基鳳，看起來特別本人都知道。今年50歲嘅潘基鳳操住小兒麻痹，雖然行動冇乜嘅方便，不過係講佢發展佢天才會到現場為觀眾紹介自家畫圖嘅故事。那你有沒有注意到，這個地方這個一個歐巴桑在這邊開的這個麵攤，他為了做生意，還把他的孩子抱在身邊，在睡覺了。我不是只注重這個術的技巧，怎麼樣表達？我最注重的是真情，這種真情是我最喜歡的東西。喺屏東板門種下台嘅潘基鳳，隨後發農村嘅天然景色，看到感動嘅題材就會原唔係而留佢畫下來。佢講這種好嘅畫，唔係佢畫到就幾強，何況畫圖嘅人就攞感情表露地圖嗎？你注意看一下我畫面的這3個客家人，你都看不到他的鼻子，看不到他的眼睛，看不到他的嘴巴，我都沒有畫到他的眼睛、鼻子、嘴巴，因為他總是低着頭在工作。潘基鳳畫圖嘅人物差唔多面相全部看唔清楚，不過看畫嘅人稍早地感受到畫圖人物嘅感情。像那種美濃色橋，你雖然看唔清楚畫圖上面回應家嘅面相和表情，稍早地看出種下傳統五線嘅淳樸和刻苦。我覺得一個人物畫家，他畫到最後，應該不用畫眼睛、鼻子、嘴巴，就可以表達出畫中的人物的深層內心的感受。潘基鳳唔係行人，實畫嚟當到用客家做主題嘅畫。佢講認為不用係美濃嘅行人，佢自家係客家色浪，對客家當然有一份冇強用嘅情感。我家位嗬嘅美濃人嘅客家人，我本來嗬唔係客家人咯，我好多人咯，嗬，因為嗬我同嘅家位是美濃嘅客家人，我感覺講嘅兩公婆嗬。因為以客家人，我會學嘅客話，雖然講得冇幾好，但是我幾有謙虛，我幾愛我家位啊。潘基鳳畫圖嘅人物老形象，像係天都走色鋼鐵人，老嘅是冷茶，傳統中畫學配嘅台兒，都裝條本看法嘅人想到世界的種下生活嘅情形。看到畫會讓你想到兒時的記憶。對啊，因為我們小時候也是住鄉下，所以有一些那種情景，現在是在都市裡面是完全看不到的。吉爾法有個特色，它是很自然，畫要自然，不要拘束，要放得開。它的顏色調配得非常的恰當。除了開發展，潘基鳳認為圖畫而容易生活，所以開發相關產品。佢拿自家嘅畫來做當到生活用品，像係皮包兒、名片夾、住夾件嘅盒兒，還有筆記本。佢認為會有本藝術行人生活，創造得本很難多嘅人接受。藝術品不止在這種國家級的畫廊上面呈現，它還必須走入生活的一部分。
潘基峰的伴娘军会长苏红乃了解皮包尔当国的土法，作为10年前两公婆穷下去唯一是老了的经验。据讲，近排看到皮包尔作为上到出现老了的快乐情形，从头入年问起皮包尔乃会买嘅，佢总系当风讯。去百货公司吼，迄个小姐啊、太太吼，哇，看到来摆个皮包的，就讲哇，人个皮包蹲来买啊，买多么？啊，讲啊哦，今仔还恁爱欣赏包个，今仔还唔钱买啊，嘿，也拢外销去欧美啊，啊，所以今仔台湾还唔钱买，啊，也拢安尼露出个羡慕的眼神吼。潘基峰讲，展开学法图的时间冇秒去，佢嘅法卖唔出去。佢两是沃卡库沃个快特动物前长，妈妈做老佢嘅法达到爱长嘅表当，甚至喊送本钱起来不表。我妈妈当时就用什么？用那个饭粒有没有？我们晒翻的，用那个饭粒，就用几个，就4个角落这样把它贴上去。他认为说啊，不然这样我要这里啊，是要冲上面坏咯，好，只好来补墙壁。因为沃卡库潘基峰是梦想的出头天，淘汰后世界继续3度机会就参加法图比赛，未得到1号嘅选择。并且今年该两世嘅台南市警察局长和等等度假沃卡老基买法。啊，我管部讲，我不会，我卖1万好唔好？哎，是讲，可能，怎么不可能的啦？怎么可能？这大当点回条人嘛不来，最后等到那个人拿钱给我，拿了1万2给我，我妈才相信。上期提日摆买法，潘基峰知道伊生气。该两时妈妈完全唔相信为如囡仔是万元老基买法。等到潘基峰卖出体质状法，妈妈才发现原来自家的女儿暗有猜情。台湾话有一句话叫做“3日无溜了被警修”，那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画画的人就是要每天画，每天他必须每天都在这个领域里面在那边不断的求进步。大人土法局老法图嘅加拉科，潘基峰老伴娘来到米农种下，遇见某人用嘅燃料条件法图。潘基峰当中是米农嘅燃料，佢认为虽然人人木特，不过燃料文化代表系一种历史嘅分家。这种古老的专访，那种给我们的一种历史的那种刺激，那这个我是觉得这个花就这样的景色我才感动。以前生意还是时节会带生意的冲啊出来啊，生意就底下做去啊，最个安尼用叶的啊，嘿，杂法嗰度，嘿，做啲顺条法图嗰度，嘿啊，嘿今仔出生意的特殊的就安尼量的，过寒的时节又会出来啦。在旁边的话，他都给我提醒，叫我不要画那么久。笔触放大一点比较好。潘基峰两公婆嘅染粉做得讲系法图欠嘅风险。伴娘陈慧俊讲，佢提日摆看到潘基峰嘅法，就本佢嘅彩青吓到咧。我感觉伊嘅法本一种个阳光嘅，颜色又披露清清亮，构图伊嘅构图咪鬼厉害，伊唔安尼，佢构图唔会本人个鬼复杂呢，所以爱亲他看伊画图。我去垦丁画画，结果他就在垦丁认识我，然后我就约他去垦丁写生，然后那个时候你知道都没有忘记带到这个胶带了，就没有办法固定他就用口香糖这样粘在那个图画纸面，有那张画就完成了。我肯定要落山风很大，对。然后我还蛮聪明。他说他很聪明呢。16年前到垦丁法图，本潘基峰都到了解人生嘅盼。同时，佢单枪系住嘅苦到奥利度嘅法家，要行头唔方便。不过佢动入彩钱做味道嘅伴娘，总算偷到嚟将伴娘。我同人讲，我唔好，要让人让安尼。做乜唔好？就講也腳氣唔好，下禮拜唔可以用佢嘅節業，唔買嘅家嘢，出全部唔可以男性人嘅啦，多買嘅愛食家
可以講啊，有才華啊，外面講啊，他有才華都可以咩安尼，都聽出來冇呢都答應呢。本單潘基峰嘅聰明路同唔盼得老莫有夾半機，不過呢下聰明路聰明愛就講到了解客家社農就動學農，尤其係談到就業學農社農嘅財錢，了解老人家就歡喜到難得。他係我啊呀，啲農老友，幫花到安好嗬，係咩個嘢呢？佢咁錢嘛，有到。我就係我啊，加送你虎皮吧，係嘛？啲虎啊，我能食飯咯。講緊按花都按好嘅花，來買年花呗，我講一個有個寫農花呗，天嘢冇嘢，學寫農花呗，按個嗬，他講哦，相當喎喲，相當有才華喎。可以嗎？再一點點。為了下來喊那多個人接觸藝術，3年前潘基峰嘅添加聰明愛嘅好兄弟，開始給人客家傳承，老藝術老客家美學變到強下，本藝術行業生發。潘基峰嘅想法同受到人客嘅群體老分享，就本冇開過傳承做過生意嘅聰明愛，最開始係冇限器材，就下做少咧10公斤。時間咯，短時咯，唔看到我客事哦，開始又唔咩冇計見過咁多人。一來嗬，多人做落去看啦，又來嘅講嘅事，又來嘅，一來冇人做嘅，咩講嘅事。我能讚下你這個樓梯吼，這個跨度你要小可食一下，你要下底，這個跨度這個要小可切一下。也按當年潘基峰經常人做得有一件自家嘅美術館，呢下嘅夢想就會實現咧。我這次的美術館，我就自己想辦法，就是自己去設計、去完成。而我是希望我的美術館能夠跟這邊的山、這邊的田園，把它呢融合在一起。潘基峰兩公婆動校藝術，我創作嘅世界和積極推廣美術教育。從如此讓小朋友到7、80歲嘅老人家都來牢記到學法。普通蛋糕兩個先生最後利用簡單嘅繪畫技巧，帶出畫圖嘅人嘅想象力、老創造力。哦，好棒哦！你看，你畫得那麼大。哦，小朋友，你看看哦，這個弟弟哈，你看那麼勇敢，畫那麼大。哦，好勇敢哦！潘基峰老前輩進動認為美術教育越做好越好，佢哋本身呢一篇教一篇學習藝術。老師是這樣。對，再接，很棒，再接畫大顆一點。你看，其實這個都很簡單，都是一些三角形、半圓形、長方形去組合的，所以對他們來講不會困難。用畫筆用色料老自家嘅感情表現到畫布上，係潘基峰人生度最快樂嘅事情。從入設計馬筆嘅潘基峰，美術怪人天公伯對佢太細心。不過了當年如此畫圖，佢親到嚟自我。佢相信藝術嘅獎做得豐富人嘅心靈，佢很難希望大家人都做得享受到藝術帶來嘅快樂。因為從細啲客家狀態，因為本娘係客家人，潘基峰唔單止學會講客話，還大量創作嘅以客家為主題嘅作品。潘基峰也親有做生意嘅頭腦，老家嘅作品印到皮包位、記事簿位，甚至係齋老皮蛋行，為自家嘅藝術創作打開通路，一本藝術行家集群生活。就像係家嘅作品，仲係實實在在嘅表現出台灣農村嘅生活，本人家嘅親切。佢也希望大家人都做得享受到藝術所帶來嘅快樂。客家人有一種俗啊，這年的皮包本家婆來包，大邊還有一份腰婆，腰婆比哥哥，過年做阿婆。
了无比大大，果然走露台；了无比过来，我牙就做秀才；了无比过时啊，我牙就做皇帝哦。喺人哋嘅鐵土順利內地報道，客家電視台上3日在一個播出嚟連續劇《連連 Q 神仙》，相信有當多嘅觀眾朋友都還記得。也出戲講嘅係另外故事，去嘅地方大部分都係西部鐵路 Q 神仙，還有幾條路線嘅細插頭，畫面清靜，也增加當多浪漫嘅氣氛。Q 神仙鐵路雖然早啲民國87年就已經停駛嘅，不過一條鐵路有清靜嘅山拿建設。有最高嘅火車站，還有青島客家莊發展嘅歷史，做到本人一切嘅回想。最近幾年也成為熱門嘅觀光景點。其實一條鐵路還有當多唔數唔啲嘅故事。本記者車嘉玲、老陳志南一件嘅老吳講。帶場係看客家電視2005年台戲連連 Q 山線嘅片段，全部人都想去看鐵路 Q 山線嘅風景，尤其係充滿霧沙染嘅山上，當本人快 Q 嘅石叉頭，用眼看都係安靜安下人。1908年全線通車嘅推鐵山線，從竹南出發過後，經過草橋、富府、苗栗、通路、三義、泰安、后里，一直到中華。不過鐵路喺苗栗提起，過嚟幾張又一張嘅山路，還有連連散散嘅美景，從地兩位顯示出來。線鐵路南下鐵站嘅草橋火車頭，頭擺係負責了隻鐵器對外物資轉運為主。民國60年代，火車頭當年會在本地嘅鐵山、台灣瓦、落火炭賣去全台灣，數量都將近幾百噸。來到苗栗造橋嘅火車頭，你也看到嘅熱台有長有長，不過兩係佢嘅重點，很啊重要係愛後背兩棟建築造橋火車頭。咁我看佢哋一下看起來冇樣板。一啲民國24年都好做好嘅細節，亦係全台灣鐵銅風魔那嘅建築。伊相當是日本太子嘅雷亞啦嚇，雷亞是也就做鐵做嘅，也個水泥做起來嘅那個風魔啦嚇，本日天風本日太子雷亞嚇，伊滾水礦場哦，可能一台灣人嚟，但係這麼經驗哦，做安全哦，冇幾間嚟，原來。用5分鐘送到金水礦場去參觀啦。時下天豐太子參觀嘅草橋火車頭係台灣鐵路建築嘅標準顯設嘅，響當時服務內重慶各區之外，東公叫嘅回龍龍處賣票後寫住將嘅電牙風格，背後咧各鐵嘅車頭都可能掠來去，嚟凸顯出台灣老火車頭嘅建築美學。在啲苗栗草橋之間，看起來當派衝嘅豐富車頭，實係空落落嘅無人客，關係強硬嘅賣票台堂，差唔多放鐵嘅皮下頭，
都能想象4年1903年出设站，配合三线顺轨工厂向东西的25公尺嘅叉头，因为头摆草叉嘅引导。民國79年喺蘇式起高展風浪熱推，佢哋熱推甚至喺就得看到為咗成功提起落南廟水景，時然動發。是係睇嚟鐵路三線送歸工廠完工，浪人口為主。88年8月15，美國就嚟冇人造負站，何公檢未冇嚟。老順頭最先嚟高速鐵路相比，一日推鐵尤其係三線離推，也空嘅熱推。根本就冇人下嘅情形，未來會用辦到提防來結合做一個嘅特色，尤其係唔係有觀光嘅可能，但係因也相關嘅單位實在會好好來計劃。雖然規劃都介高鐵苗栗站出現地豐富站北片200公尺嘅素材，行啊用咗叉頭嘅建築體未會強調，係講高鐵一列費正式引入過後，豐富站會扮演東重要嘅重要角色。不過面前長長嘅飛鐵嘅熱推，輪咗嚟夾10年嘅叉頭，係個做得個規劃內容，可能唔會很孤單，呈現出難為一種氛圍。1903年通車，1945年推翻光復過後。因為橋提名三叉站唔好行，1955年睇嚟向名貴咗32站，到呢下因為提勢攞提前嘅關係，32當年嘅秋冬都就蒙沙人，係因為安樣就推翻弧度嘅外號，行啊三排走起仲嚟東度嘅種樹，所以出產著名嘅32雕刻，為因為雕刻到當做藝術價值，32火車頭無論係熱推。後叉身都就得看到32雕刻嘅提風特色。三線鐵路行業3年過後，除了採提嘅雕刻特色本已人相當深，火車對32站出發過後，亦開始行業嘅推翻中港鐵路嘅高配合體系，因為向南行到推中之間，提升高大變化娛樂形態。民國87年放棄嘅新三線，雙鳳景落橋三線安降，不過實減少咧苗栗到推中嘅行車時間。苦改新三線工廠完工，本來為住挑改推進新台灣叉頭，一下看起來氛圍壯觀。尤其係全台灣唯一高空熱推，地列車都14個嘅時間，突然讓個提風看過來，本火車就天潤加富嘅快感。東東銀行係因為安樣貼片湊鐵推到5000安高嘅熱推，看台灣海嘅風景。看夜景也有，然後最主要就是進去就講亞洲的前面哈，有看得到跟呢幾座火焰山的幾大全景，還有綠地東發一望無際啊！東鐵撇嘅空中台灣叉頭，本三線鐵路行業性格里程碑。不過作為體驗正經嘅三線之妹，當然行係為專業下班，都已經行業是個隨頭嘅橋三線。最近天時嘅橋三線，鐵路從3年經過申請到推中台灣，除了鐵路順條嘅山上名人、鐵路、叉頭、火車路，還有橋，都係橋三線提獎嘅素材。唔單場風景獎就高山好把之外，其中橋台灣火車頭，喺民國89年，唔單場不列走推中人讓擊古蹟，行啲客家天時連橋三線嘅強度。變奏最重要嘅憧憬之日。車站是家鄉的大門，典禮站務員
在野队上去家乡送太一家离开，也唔知太一家转来。不管是出去读书嘅学生诶，还是打拼冲动嘅校长，从两边出去，也从两边转过来。刚好我做屁孩啊，天天讲来送来。除上係路天然橋龍嘅憧憬，就算東台嘅火車上，唔過韓國台灣路界，唔過倆錯1935年起個嘅歷史建築，無論係叉條台塘，也係以下草草經過嘅風控路、地下土，全部顯示出叉條典雅嘅設計。雖然87年9年23配合新山線工廠，橋台灣叉條行業歷史，唔過歷史人義落快橋風施行。102年當道嘅參觀一刻，自己本路叉條慢慢嘅重生，係個修復工作全部完成。點前嘅台灣可能就係南灣住宅農業嘅公共景點。橋山線嘅鐵路為安江，逐漸為呢個山落落山。嚟到山嘅江，就係看到地圖嘅住宅四叉頭，尤其全台灣人會提供嘅數叉頭，落回拍400公里公尺台灣鐵路提高點嘅成型，下個係橋山線面上體態，最多人來到唔上嘅轉介快橋火叉頭。英國人煙氣候嘅樹叉頭，貴族嘅建築，冇用自己鐵單嘅也係老師嘅，全部係用輔助參與嘅。民國前5年嘅時節，年老嘅名嘅16分嘅新後窗，黑色係後置站。平常時唔盤離下嘅業務，是盤專用列車搞廢料的事務。後來4年1932年開始，張貴族就離下上下叉嘅叉頭。不過，是冇看了點前嘅四叉頭按摩哦。該時節橋山線東金時期，也會負責專用嘅服務，包含了台風、大蘭地區嘅農產品，差唔多都係銷到全國去。該時節盛行叉頭嘅鬧熱，就得講係年前年飯，小販當年都傳台北嘅錢。除了三都小鎮嘅繁華歷史，嚟到特別嘅武裝老叉頭兩處嘅設計，唐宮站係盛行叉頭顯示經過民國24年新竹推中台鐵路，88年涉及台鐵通天災過後，還係起採嘅戰爭撇下嘅台故事。個鐵路嚟講係比較險惡嘅嚇。當初建亞茶站嘅時候呢，古時候呢日本人主來。做了一些陣戰辟邪撇下措施哈，鋸齒狀的屋檐哈，也應該的屋檐呢，像安尼幾個使用的。這個下來也書的哈，也東安尼屋檐的地方呢，有也樹墩的，樹墩的支撐的地方有咧像米狀的那個支撐物哈，嗰啲東係細細隻的白瓜。這個下來咪同樣係尖毛狀的東西。呢個東西呢，當初就係為了陣戰辟邪，為了撇下哈所做的措施。台灣地主文化保存嘅叉頭，地至1998年9月23嘅暗部市9點，新山線通叉之前，還係真實嘅行業歷史咧。嗰下多嘅唔盤得，每次就得從橋山線向入，於是遺址來毀滅，於是歷史來對稱。
其实当多年喺啲丘山线停驶以后，将注意到一条铁路嘅传奇故事，也就係因為丘山线豐富嘅人文、老自然景觀、親友觀光嘅潛力，也今年地方上一次出現嘅爭取丘山线做得在行火車嘅聲音，也得到鐵路局嘅善意回應。可能再過冇幾久，人哋就做得坐上火車，重新來感受到丘山线之美。下個禮拜嘅鐵路順利，人哋可以去南台灣嘅屏東。也為有樣版嘅鐵路故事咧，請期待。好 ，OK， 来脚尖，还有棒头在这一点打到球，哦，不要太远了，好 ，OK， 好来。OK， 好来，5年级开始打棒球，那个田径队，那时候开始对棒球是挺有兴趣的。啊，国中呢，竹东国中的田径队兼棒球队，12国销量还到13年，还有兼12国中的青少棒，到了2017年，重心放后脚，扭腰，右手送出去就好。哦，人不用冲上来，在原地扭转。OK， 有一家是陈教练係來帶第5屆學生將來聽教。第一班我可能會有隻，喺旁邊有李將嘅來，該有咩該拜來教個學生將來聽教。他乖 CON 是他乖方式對擊，他唔乖 N 是他嚴嘅方式對擊。通常就看埋那個高啲啦。杜哈亞運有兩獎嘅得了到我搞過石志偉啦、林克謙，係呢一位亞運金牌啦。看到新聞，有位歡喜，下半年那麼打電話來，一年冇看到佢，哦，你買時間買個台要你細路都去打哈。做確實不急，不要急，做確實，搞細路嘅成就感上。從嗰個唔會來搞到會哦，佢感覺先哦。因為他是剛進來的時候是空白嘛，馬開始唔跳，唔跳你搞到佢會傳接球，會傳球，會奪球，會打擊吼，規則會，然後比賽嘅感覺團隊精神。講到彰化有一件清好食嘅桂圓雞卵糕，可能當人嘅後欄都會流出來嘅。冇錯，唔得啦，我介紹彰化嘅寶珍香。寶珍香係一間有100年嘅老餅店，傳到以下亦係第4代嘅。老當道嘅傳統產業供應，一間老店嘅是因為打唔過現代雞卵糕店嘅競爭，生意係越來越差，差一點就會輸起來嘅。不過後來調價兩兄弟，可能佢哋嘅考試老創意。研發新口味嘅桂圓雞卵糕，冇想到千受歡迎，一日還是賣出10萬隻雞卵糕嘅紀錄。佢哋係用來做到嘅嚟，記者受訪員老陳志南2人講，一間傳統餅店喜氣非常嘅故事。這間係早晨嘅8點，8年糕餅店地位，佢已經本年下將嘅豐滿。佢哋來嘅目的只有一個，就喺面前加一粒粒，
一开始看，唔可能嘅感觉就蛮普通嘅贵盐结论膏。迄讲唔是看结论膏嘅外表，初步嘅评价唔上买，安尼真实会真蛮大数。喺2年下大做出嚟出卖，并唔係無人應嘅。你要買幾盒？18盒。18啊。好，謝謝。來，等一下，發票給你。係。這款嘅鴉片含規模含嘅提早年下，因為地背嘅冷一片，等能切片天火嘅天花上，咩冇聽過。喂，哎，对，彰化保生乡对，哎，好，告诉我你的大名，好，住址呢？台北市。因為都好慶元旦假期前幾個禮拜，有幾多人準備愛送禮，就算前日暗部能加班趕工到暗部頭11點，今晡日大家行去招數，改做出開門。就降温5度，出貨嘅時間。每天晚上我們需要把這個地方裝滿，因為第二天大概在12點之前，這個地方的東西都會賣光了，都會賣。那不把它準備好客人就會排隊。所以說一定要把這個先準備一些，在早上做，然後等我們裡面的師傅來了。就開始做今天的。原來後背嘅工廠，能係真實嘅戰場。每一個員工通作用歸流量，每一個環節都唔敢太意。我們開始做第一個步驟就是打蛋。像這種是廠商提供給我們的蛋，這叫液體蛋。这样亮的一个桂圆干就加入一个搅拌缸里面，这大概是有大概将近3磅重的桂圆干，然后加进去里面之后，跟这个面粉过合，然后加入沙拉油，这是大概一个基本的原料。做法睇起來唔會複雜，就蠻簡單。不過也其中係個無貼片嘅素菜，減下咩無法塗重粗，更加按火嘅醃製。桂圓干一定要用那个養樂多把它煮沸，然後我們是這個浸泡1整天呐，浸泡1整天，然後再分着一個小桶子出來做，這樣子對。我覺得這個發酵給它浸泡的一天裡面的這個過程非常的重要，這個香味完全出來了。因為以前我曾經用水來煮了，但是那個都不大好吃，香味不夠。調價嘅想法就蠻貼切，一共切價嘅做法唔驚本品人好氣，因為有競爭，能會有進步嘅機會。還那麼講，而對切價嘅貴人結論高，係貴有信心嘅。我們就是說贏得人家說我們的這個量很多我們採購一次的量很多，我們把成本降低，然後我們桂圓乾的量，你可以在蛋糕裡面發覺說我們的桂圓乾比別人的還要多，這是我們的特色。對。就算贏不了驚喜，如果英國有幾多麵粉，英國有幾多結論，英國有幾多貴鹽，英國有幾多嘅fruit，調價全部都唔減少。有啲時節限小供應客會嫌貴鹽量唔大，行愛切價嗰半一批意思。那因為現在我們地方小沒有辦法用機器，那所以我們都是採用人工的來把這個紙放在這個模子裡面。如果說有輸送帶開始工作的時候，每一個人角色都非常重要，就怕你說，即使你是一個像我阿進在那邊旁的，在這個放這個盤子的也非常重要。他放得慢的話，一切都要停下來。較無閒嘛是真無閒啊，但是就是講特別忙，因為迄款的有那個上班族呀，那個昨天宅配啊，今天要收到啊。提起替代部分人工，還係最近2年才開始。10年前貴鹽結論高，能推出的時節，
行喺王世忠頭家同老太兩個人完全用手工天天嚟做嘅。以前事實上我們桂林蛋糕正在萌芽，正在銷路好的時候，我們經常在比賽慢速壘球比賽的場合，然後我們就是用飛機從上面丟下蛋糕，給那個選手用那個球套去接這種蛋糕，這算是一個噱頭了。雖然這樣土嘅提高不是能做好，卻本人客賣搶搶嘅，也當然無法土技術嘅應付來無停嘅人客。等到自家有意識前呢，就買一兩台大型嘅爆板烤爐，人工呢係越搶越多，從初位讓一種辛苦。我們大概還有17秒會出爐哦，但是它裡面現在熱空氣都在抽走了。哦，這部機器好的地方就是說，它裡面的熱氣在出爐前30秒，它會把熱空氣抽掉，然後到了哦，這時間到了就可以出爐了。第一個原因是我們馬上要這個烤模要繼續再使用。那第二個原因是馬上退爐它這個涼的效果會比較快一點。才可以裝啦。是分秒必爭。對对对，有一個稍微閃失後面的動作就來不及了。這個東西我們是有參考說用機器直接從烤模裡面把它吸出來了，但是怕的就是說，它用氣在吸的時候會把這個核桃把它吸掉。工廠批評成績高後，成理經來經好嘅，平常嘅成理供應量唔好，行起咗啲維持1萬到3萬粒左右嘅產量。喺講到送禮嘅旺季，行成買踢10萬粒嘅貴價雞卵糕，講一種經商係奉陪一筆期節，意思也唔好笑。以前這個店不是像現在這個規模，因為以前這個地方是鄉下，然後我們這個店就有一點像那個叫做我們俗稱的柑仔店那種感覺。那我們做的只是一般節慶的這個所謂的東西，比方說米菇啦，還有那種比較那個屬於那個花桂那之類的東西，在拜那個東西的。組成第四推嘅百年糕餅店，每一開始就按風成呢。四推嘅變遷，其實雞卵糕嘅次推，弄起本家嘅餅店，查起時就忘記的原因。這個有時候我曾經暗自掉過淚啦。比方說，我以前我大女兒在念大學的時候，那時候剛好是家裡經濟最不好的時候。那有時候我女兒為了說這個每個月我都頂多寄給她3000塊做一個所謂的零用金，所謂的吃飯的錢。那時候因為了這件事情我曾經都掉過眼淚啊，因為那時候我不敢向我母親要錢，我知道她這個經濟狀況不好，她女兒在台北念書，又不能說不給她飯吃，所以她每次打電話來，有一次甚至向我說我快要餓死了。一下談起來貴重鐵廣告，唔顧辛苦嘅日嚟，真正弄起弄敗嘅事情呢。一下喺見來見順時，王世忠學生女殺嘅那嘢，弄起件會變做天唔推傳言。現在有要走本科系嗎？還在考慮當中啊。對啊。怎麼說？心裡會有掙扎嗎？多少家裡自己有自己的事業還是要多少要幫忙。但他現在不專心這裡的工作了，可能就這樣。有安尼嘅成就，王世忠行起感覺唔大。糕餅店後背嘅新工廠正起起，新入嘅版圖漸做漸大。因為鴉片嘅交通利便，下交流通過後唔是2分鐘就到位。王世忠行公納，共2幾分人客將鴉片轉做休息站，到點嘅地位可以就睇一下。夢到嘅嗬，好，這個你從這邊上來的哈，從這邊上來的。對啊，就從公路來哈。我到一點，唔會創業辦嘅成理念，搶上春田天天，
王世忠不是送结论稿本好稿本慈善单位，请全力嘅回馈乡里。唔过做得有了下嘅怎样图，啥系王世忠一开始冇面做嘅，伊讲爱感谢嘅人10万多，唔过最感谢嘅系韩式世界纪念阿美嘅米西。像这种树哈，我们这个地方大概以前有20-30棵啦。小时候如果这个刮风啦，下那个台风天呐，这桂圆都会掉落在地上。那我母亲就是说，你跟我叫我们兄弟啊，一定要提着水桶，然后一颗一颗把它捡起来。它作用就是说，它要利用这个掉的这个桂圆哈龙眼去做那个桂圆干。路卡面前嘅牛年树，邱志存也一条嘅，也希望始终坚持留下来嘅。伊仲係帶人感謝感恩嘅心情，條南我個個嘅看一條牛年樹。一粒細細嘅牛年，本加出企業技術嘅發達，一筆細細嘅結論稿，本高標點軌道嘅做法，有增加嘅意見表現當然嘅點美。上卖15橋嘅桂圓結論稿，每一件踩點就會實體嘅餅店生意有個變到當好，頭家王世忠靠嘅就係一份堅持。12年麵粉老糖也都認為了一切嘅起價，王世忠還係堅持用最好嘅材料，絕對唔會偷工減料，就會將口味有時冇同樣對人客冇生意。一樣嘅堅持，本大家識到真正統嘅台灣味，一本祖傳嘅事業做得繼續做下去。感謝收看一個禮拜嘅客家新聞冊子，一個禮拜提醒一個節目，在禮拜3嘅暗頭10點，第17台嘅客家電視台首播；禮拜2暗頭6點，還會第13台嘅高雄電視重播，也請大家多多支持。今日嘅節目就做到這裡，希望大家按時再會。